各位朋友，今日整嘅係一部 iPhone 13 Pro。今日條片主要係換電池。大家見到電池健康度顯示維修，仲有73%。咁我哋而家開始幫佢換電池啦。用膠片插入熒幕罅隙，滴啲酒精溶膠，咁熒幕會易拆好多。俾鏡頭貼上保護貼，跟住拆蓋板，撥開連接排線，拎走熒幕，滴幾滴酒精溶咗電池膠，電池就好易撬開。清理電池背膠，用除膠機輕鬆搞掂。用鏟刀清理邊框嘅防水膠，12系列以上嘅防水膠，清理起上嚟比較費時間。大概清理完，用酒精棉將邊框抹乾淨，貼反防水膠，對準位置貼上新電池，扣反連接排線，放反蓋板，擰反螺絲。撕走最後一層保護膜，合反熒幕，用力按實佢。跟住擰反底部兩粒螺絲。裝好原廠電池之後，都需要刨診斷。診斷嘅目的係將電池同手機重新匹配。趁佢跑第一片診斷，幫手機抹乾淨。診斷跑完，睇下電池健康度。大家見到電池健康度已經反到100%。